前立委陳後票在職的期間涉嫌護航廠商講收錢，佮詐領到助理費，不法的所得超過874萬，再起一審宣判，陳後票紅判16年，地脫公權6年。陈先生交法有話想說嗎？有沒有覺得自己是冤枉的？前民進黨立委涉嫌貪污和詐領助理費，進前予北檢起訴，叫羈押5個月過，落尾500萬交保，今仔日北院一審判決出來。陳後票涉嫌貪污收紅包和詐領助理費，一審合併執行16年有期徒刑，褫奪公權6年。前市州判郭目鏡，即是陳後票的太太施惠如，涉嫌公益侵佔，叫判4年6個月，褫奪公權3年。港口經營管理的問題是。過去很少人探討這一塊。陳後票擔任立委期間，盡力推動雙港法，北檢認為其利用佇立法院質詢機會凍結港務公司預算，涉嫌圖利廠商。檢方起訴指出，陳後票收物流公司413萬暗黑廠商，另外收租用車業者50萬紅包主動進出，嘛佇2010年到2020年之間詐領助理費，非法所得超過874萬，求判重刑24年2個月。伊的太太施惠如嘛因為涉嫌公益侵佔110萬，共款叫檢方求刑。陳後票佇咧法庭，敢若申請詐領助理費，無申請食錢含洗錢，叫北院羈押禁見，後續交保掛科技監控，就算要申請撤銷，共款叫北院提倒轉去。推出此次的選舉，是我捍衛清白的開始。陳後票捌因為加入 IMB 詐騙案提出2024立委選舉，就無擱捌政治，是咪到擱一擺扣掠到在職期間食錢，一審扣重判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